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宋子昌，就是送您子孙昌盛祝福的宋子昌。大家好，我是靠着耶稣，大山小山都能夷为平地的夷平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过去我们听到凯道，都是想到什么？哎呀！可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，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赞美神，真的很开心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，站在这里赞美神，真开心。站在这里赞美神，真开心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志昌牧师刚刚在第一段的传承里面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。有一天，我们如果踏上了彩虹桥，回到天父阿爸的怀里的时候，你想要留下什么给你的后代子孙啊？是，身为牧师啊，当然标准答案一定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我们的信仰跟品格啊。哇，信仰永生之道是。品格哇，正确的价值观，正向的信念，这好重要啊！那除了这个呢，还有其他的吗？今天是全国的客家日，对不对？所以标准答案一定是能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传承客家文化。喊话呢，希望我的孩子呢都在讲客家话。客家话，我会一句，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“按讲”。阿妹，“什么按讲”就是一品长老按讲，就是指的呢，就是姐妹好漂亮，男生可不可以用呢？也可以。但是你知道庆讲的黑曼尼迪吗？庆讲的就是最美丽的，好，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的耶稣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的再次跟他说，庆讲的就会耶稣，庆讲的耶稣，就会耶稣。你们学会客家话了，哈利路亚！哇，除了客家话以外，还有一个客家美食。是的。我想到姜丝炒大肠，客家小卷，小炒小炒，一直想吃那个鱿鱼啊。是。客家小炒，还有板条。板条。哇，还有我最喜欢的，起白。有讲错吗？是起白，可标准一点是起白。起白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客家文化里面，说家里有好事情的时候，结婚啊。入新居的时候就会团起白，有象征一个欢迎，还有一个团圆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哦。起白，好。起白，所以看到起白出现，就是有好事发生。是的。哇，除了客家美食，客家的精神也很令人敬佩哦。我会了一句是“安将”。安将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安将精神，客家人就会讲到安将精神。安将唔係安好哦，安将老安好查懂的哦。安好是固执的意思，是顽固的意思。安将是什么呢？安将里面有一个坚持做对的事情，还有一个呢，昂起头，挺着向。这个有代表着一个堂堂正正做一个客家人的意思。大家知道客家的国歌是什么吗？客家的有感觉堂堂都了唐山歌台湾呐，里面歌词里面就说堂堂正正做个客家人，好不好？再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做堂堂正正的客家人。我们做堂堂正正的客家人，所以安将。择善固执，可以这么说。是的。哇，这么棒的客家精神，客家人克勤克俭，是的。客家人坚毅，是。很能够吃苦耐劳，是的。哇，客家人也很孝顺，是。饮水思源，是。不忘本，是。这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客家精神。是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待会我们要敬拜神，在客家歌里面有一首歌，像很多。天公啊，落水哟，阿妹哟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不继续唱了啊。好，是天公啊，落水代表嘛该意思呢？就是啊，天公，我们说的天公会嘛该，就是这位创造主。我们这位创造主，我们所看见的山川湖泊。洋海星辰都是这位神所创造的，因此我们在这里，今天站在这个地方，坐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要称颂这位创造主，愿一切的荣耀、爱戴都归给他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哇，所以我们希望子孙都能够
昌盛、蒙福，走在永生之道里面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信仰、这个永生之道，还有我们的美好的品格、我们的客家文化、美食，还有我们的精神，要一代一代、一棒一棒的传下去，而且要世代同行。阿妹是，所以呢，待会我们就一起来唱歌。我们待会会唱国语的诗歌，也会唱客语的诗歌。最重要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赞美献给我们的上帝。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，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，把荣耀、把赞美都归给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。我们一起来颂赞神，哈利路亚！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
证引领我，耶稣我指望，我赞美你。你是创造主，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就是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。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指望，我赞美你。扬声欢呼赞美，哈利路亚！扬声欢呼赞美，称颂我的王，高声颂扬欢唱，哈利路亚，来到主宝座前，尊崇赞美他，我们欢呼喜乐，进入神的面前。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。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指望，我赞美你是创造主，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。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指望，我赞美耶稣我指望，耶稣我指望，我赞美再次耶稣我指望，耶稣我指望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最大的医生，最棒的、最好的庆奖给亚述。我们真的好开心，能够站在这里赞美你，把荣耀、把爱戴都归给你，都归给你。主，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配得。我们愿意在万民当中，愿意在万族当中来宣扬耶稣你的名，宣扬耶稣你的名，愿意主你的救恩，哦主啊，传遍万国万邦，使哈嘎和哈嘎的 Q。客家的灵魂多起来，哈利路亚！得救的灵魂，主啊，在客家的灵魂多起来，主啊，客家要用客家的话来赞美你，客家要站在主啊我们的位置当中，我们的地位当中来赞美你。主，愿你崇高，耶稣，愿你崇高，哈利路亚！我要在。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，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你的心世上大穹苍。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你的心世上大穹苍。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哈利路亚！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。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你的心世上大穹苍。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你的心世上大穹苍。一起来唱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
上大向耶稣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来高举诸天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上大穹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，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，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你的心是上大穹苍，你的慈高举诸天，你的心是上大穹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慈爱高举诸天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的心是上大穹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慈爱高举诸天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上大穹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享受我们的敬拜，享受我们的赞美，诸天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上大穹苍，你的信实，你的心是上大穹你苍，的信实，你的心是上大穹苍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献上赞美的祭给你，主献上感谢的祭给你，愿你在宝座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。主，你享受我们的敬拜，享受我们的感谢，享受我们主发自内心最真诚的一个赞美跟感谢。谢谢神，主，我们不止主要把赞美归给你，我们主啊，我们也祷告。主，好像今天我们是全国的客家日，客家启动雅给面前，有按多位牧者，有这么多的牧者，在这首诗歌里面，填满宫就轰神，就在那里祷告。我们身处在苗栗，我就看见很多的牧者很认真，在那个位置跪在那里，在向神来祷告。这些神都看见，不止苗栗的、客家的牧者，你辛苦了。客家的牧者，你辛苦了，愿神大大的加倍的恩宠你，把从上头来的能力给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在这首诗歌说，填满宫就轰神，我们求圣灵浇灌在客家，使客家能够成为台湾的祝福，使客家能够成为这世代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！阿们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哈利路亚！求喊天老吧。心门跪下來敬拜耶穌來給我跳開天當神，打開天門賜下來恩惠充滿恩愛加油。天滿宮，天滿宮，主好神。打開
心阮跪下了敬拜耶稣爱给我，我头看天当神，打开天门，赐下了恩惠，充满恩爱感。天满宫，最后一拜。天满宫，手红色，打开心门，跪下了敬拜耶稣爱给我。我头看天当神，打开天门，赐下了恩惠，充满恩爱感。求喊天阿爸，求喊天阿爸，天阿爸，爱给主爱给我，求你来救灵魂。求喊天阿爸，天阿爸，福音给太天能共在爱大光。求喊天阿爸，天阿爸，爱给主爱给我，求你来救灵魂。求喊天阿爸，天阿爸，是家嘅救赎恩，存永多万贵。天满宫，最后来。天满宫，手红绳，打开天门，跪下了敬拜耶稣爱给昂我。头看，我头看天当神，打开天门，赐下了恩惠，充满爱感用。求看天阿爸，天阿爸，爱给主爱给我，求你来救灵魂。求看天阿爸，天阿爸，福音给太天能共在爱圣灵降下来，圣灵降下來，降下來，降在愛身上，福音來傳揚，福音來傳揚，要感聖靈，聖靈降下來，降下來，降在愛身上，福音來傳揚，福音來傳揚，要萬年。求喊天阿爸，天阿爸，愛給主愛給我，求你來救靈魂，求喊天阿爸，天阿爸，福音給太天能共在愛加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为客家来祷告，我们为台湾来祷告。我们说，主啊，圣灵浇灌，浇灌，浇灌在客家，浇灌在台湾，浇灌在你的教会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要向你来恳求，主的灵浇灌，来浇灌在我们的当中，浇灌在客家，主啊，让客家进入在你的同在里面，主领受从上头来的恩惠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那个火，这里的火烧在客家，烧在客家，使得救的灵魂多多加起来，成为台湾，成为中华民国的祝福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
客家被你的灵火大大的烧起，领受从上头来的恩惠，客家兴起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接下来分享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彭茂丹长老，还有我们的黄敬祥牧师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感谢主的恩典哈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刚才家政主委说，站在这里好像做梦一样。我今天在站这里，真的像做梦一样。在2009年的9月，台中牧育堂于金堂牧师就做了一个异梦，去向客家人传福音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从台中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来到苗栗，我们真的不晓得要去哪里。后来我们到了公馆，从公馆开始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。虽然我们不晓得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在哪里，上帝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，看到这样的过程，见证神的奇妙。特别是神爱客家，神并没有丢弃，并没有忘记客家。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的恩典，带领我们过去的11年的当中，上帝每一次的带领，我们让看到客家从非常的痛苦的当中，让他们看到了希望。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有痛苦的人来找他们，他们说：“你要不要来找一下那个信耶稣、传耶稣的那个福音队的人？他们也许可以帮助你。”后来那个姐妹来到我们当中，诉说了她的家里的苦哈，哎呀，非常多的苦啊，一样一样的诉说，诉说不完。当她讲完的时候，我就跟她回答我说哈，哇，这位太太哈，你的辛苦我能够了解，你的辛苦实在很大哈，我真的我也帮不了忙哎。但是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们的主耶稣哈，他有大能力，并且他有大爱。我们的主耶稣帮助了很多人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来求这位神。后来这位女士哈，她说好啊，我来想，我来求看看。当我们带领他祷告完毕，向我们的主耶稣来祈求，把他的困难交给我们的主，在那个1个礼拜当中，就发生奇妙的事，在2、3个月的当中，解决了他的非常非常大的困难。这就是叫做我们一个芋头的故事哈。后来有很多人来信耶稣。他们信耶稣之后，有一些有读书的、有学问的一些长者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哈，我信耶稣不是单单听到你们的福音，我信耶稣是因为看到你们这些人传福音的当中，有一些人信耶稣真的有改变呢，非常大的转变。第二件事，我看到你们每个礼拜来传福音。”看到真的你们是真的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来相信，愿意来试试看，真的非常的奇妙。在过去的10年当中，我们有每一个礼拜的福音行动，我们有每一季的客家大会，在2年前我们传承4代同行。我们的敬祥牧师，我们请敬祥牧师来分享。好，感谢神。我是黄敬祥，我在苗栗的这个福兴教会啊，苗栗也是客家的大本营啊。那所以去年呢，
我们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堂会，那去年就加入了台湾信义会，台中的牧义堂，好，也就是刚刚彭长老说的哈，客家回家已经在苗栗办了13年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刚加入信义会的时候，彭哥就把棒子交在我的身上，但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哈，我就是顺服而已哈。那有在座各位为着客家一起祷告，我相信也不是我们自己在苗栗好像孤孤单单的，因为我们是世代同行，我们是五族同行，我们是与神同行，阿们吗？哈利路亚啊！那在这个客家回家的一个活动当中，我们真实的看到刚才彭茂丹长老所说的神迹启示啊，我们也有这个进化版啊，这个敬拜之夜客家大会，还有我们的医治特会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外基金会，同样在我们的舞台的这个左手边有一个医治的特会。那我们在前年的8月份，我们就在苗栗有一群的年轻牧者就期望先对齐上帝，所以我们就在苗栗很多重点的地方，包括后火车站，还有苗栗县府前府前广场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热闹区的一些公园，就举办了敬拜之夜。这个敬拜之夜是2个月一次。好，那这个客家大会是1年4次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呢就办理3月份的敬主客家大会，5月的端午客家大会，还有9月的中秋客家大会，还有12月的什么圣诞客家大会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卓兰爱湖县有一个客家大会，是同时跟我们当地的这些基层的弱势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在那边共享宴席，这是耶稣极大的呼召跟宴席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上帝就在客家工作。所以跟弟兄姐妹要来在这里分享，我们同心的站立在这里，我们是世世代代同心走，世世代代与神同行，我们将最大的荣耀都归给上帝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接下来有一段的舞蹈是惊奇舞蹈，我们来欢迎阿巴贝艺术舞蹈，我们来掌声欢迎。跳擺
上下甲下感应，来敬拜，就爱为你做太事情，下甲下感应，来赞美，在地上穷，在天上下甲下感应，来敬拜，就爱为你做太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世代同行祷告，我们请黄炯荣牧师跟伍四福牧师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阿巴贝惊奇艺术团队，再一次掌声鼓励。好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主，上帝使用一个客家人，把福音传给我们家，所以我们家几十个人，全部都信了耶稣。我们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。阿门。谢谢主。阿门。上帝也带领我到了一个客家村，就是平镇的宋屋，在那里34年，我称为还客家福音的债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今天要来为客家祷告，愿客家一代强盛过一代，愿客家一代复兴过一代，愿客家的教会充满了小孩，充满了年轻人。客家教会要大复兴，客家教会要大复兴，一代强盛过一代，一代复兴过一代。主啊，我们为客家教会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的灵风吹进客家教会。主啊，客家教会要涌进新血，要涌进年轻人，要有一群的孩子，一群的年轻人，他们涌进教会，成为客家强壮的下一代。主啊，孩子要宣告，客家要大复兴，客家要大复兴，客家的孩子、年轻人要起来敬拜主，要起来高举主，要起来荣耀主。愿你的名在客家被高举，愿你的名在客家被尊荣，愿客家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在客家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继续来祷告。人类的救主，万军之耶和华，独一的真神。你所等待的客家人，今天来到了，今天报到了，今天来到你的跟前来报到了。台湾的5大族群全然都到齐了，我们要同心合一，族群要合一，都要同步进行，都要被你的灵所带领，再一次兴起更大的复兴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把一切的族群交在你的手里，你恩待我们，继续带领我们。族群不再是有对立，政党也不能对立，
台湾要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家，你要在这里坐着为王，你要掌权到永远。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寻求你的面。台湾要做一个行公义、好怜悯的国家，能够存谦卑的心与你来同行。这个台湾族群不再是一样了，因为我们看到客家人的到来，他们的对齐也是带动我们各族群最大的祝福。你继续恩待他们，因为你说在后的将要在前，他们有往前的动力。你高摩他们，祝福他们。客家不再是硬土，客家不再是硬颈，他们是柔软的，他们是有喜乐，他们是有平安的，在福音的道路上，他们是有非常高度的耐力。你恩典他们，祝福他们，把一切的荣耀单单归给你自己。台湾正是要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家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